若农渔民1万块的纾困金，今仔日开始来申请，就今日过来出现着这个乱象。农委会讲有99万名符合资格农民，唔免到农会申请，电脑会直接核定，甲钱汇入去口座。也毋过有23万的农民，因为无农保，也则是农疾保，也是爱到现场来申办。渔民的部分有11万人无离渔会保险，所以渔业署要求统一到渔会来申请。一透早，各地渔会排队排甲长。农渔民扩大纾困补助，开始申请第一天，分林渔会前面阁出现真侪人。不过因为其中有人是申请进前的3万块补助，有人是要领新的扩大纾困1万，全部钱做伙真混乱。你嘛是要排队啊，人。工作人员赶紧分做2排，不过渔民也是怨声连连，因为因不满农民会当免申请，就会当领到补助，因山就爱亲自来到渔会办理。渔民是安那，就一定爱过去留渔民，共款拢有户头嘛。渔业署解说，因为全国符合资格22万的渔民当中，11万人无伫渔会加保，另外39间渔会中有11间无信用保，为着避免混乱，才会统一要求渔民到现场申请。另外，农民方面电脑会自动核定符合资格农民，加钱汇入去口座。各地农会无伤侪人，像台东的农会内面只有10几个。属于参加农委会的农粮政策，那有这一种参加农粮政策的人啊，那在电脑里面有资料。农委会讲，除了有99万符合的农民，电脑会自动处理以外，也阁有23万的农民，因为无农保，或者是农疾保，无法度自动办理。只会当家己走一逝到农会，但是强调只要是在咧做农务的工作，拢会当申请摕到补助。